舊年旺角花園街排檔4級大火，釀成9死多人傷。為免悲劇重演，食環署今個月1號開始實施咗停牌制度，喺3個月內被控6次違規，一經定罪就會被停牌7日至到30日。新制度令到一班排檔檔主叫苦連天啊！灣仔有檔主過去3個月因為貨物超出範圍，已經被票控6次。累積嘅罰款更加高達18000蚊，質疑當局執法過嚴，日日查牌影相，令客人都唔敢行埋嚟。萬5、6蚊啦，影咗幾次啊？呢幾張燈機動特字嚟嘛，3400、3500啊、2500啊、2000啊嗰啲嘢咯，即係以前啊冇1000幾百，即係一定接受啊，冇人反對佢啊。花園街好出口嗰啲開始係嚟省，即係小灣嗰啲抄牌嗰啲。亦有曾經被罰款嘅排檔檔主話：現時罰款額大增，擔心咁樣會影響生計，希望當局公開罰款嘅計算方法。300蚊、200蚊就應該嘅，冇理由罰到100份5000蚊嘅人加到幾十倍嘅，係咪？做錯事一定要承擔自己錯咗，係咪？但係你唔能夠罰人哋5000蚊嘅喎。香港五行小商販福利會會長盧德輝就話：其實好多排檔都好自律，唔阻礙通道下做生意，希望當局可以體恤檔主嘅苦況。佢又話現時訂定嘅面積係上世紀50年代訂立嘅，已經唔合時宜，希望當局配合現時嘅需要做檢討。立法會議員黃國興就批評當局執法過嚴，影響檔主生計，應該要同業界商討，揾出雙贏嘅方案。食環署發言人就話會不定時巡邏小販區，同埋對違規者執法。過去3年就固定攤位小販觸犯阻街罪行，一共提出11758宗嘅檢控，當中灣仔交加街就有292宗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